衣紙廠大爆炸，裸男燒窿彈開啊！嚇死了！現場係台灣新北市一間衣紙廠，尋晚8點幾爆炸。剛才我不是跟你講有聞到那個燒焦味嗎？真的耶，煙味好濃啊！好遠都聽到聲。五股發生大爆炸，現在還在爆，煙霧很大，在爆。嚇死了！有人炸到彈開，衫都燒晒，全身燒黑，等人嚟救。都是煙，都是煙。約330平方米嘅廠房陷入火海，住喺附近嘅有人走唔切，唯有喺天台求救。截至尋晚深夜，一共造成5死20傷。間衣紙廠係2層水泥建築，消防出動11個分隊救火，到尋晚已經受控。當局估計起火原因係附近變電箱爆炸，亦有消息話係有工人唔小心挖穿煤氣管。間廠唔止生產衣紙，仲存放大量煙花爆竹，令爆炸威力驚人。附近嘅民居同車好多都被炸毀。